你不让我上，我就去报给祖母和母亲，让他们来给你上。哎，别！好吧。若是疼，就喊出来，不丢人。我一直还没问，你的伤好了吗？我没事，已经无碍了。不可能，不也是这样？我自幼父母离世，苦吃的多了，也就不觉得苦了。那都是没有大哥和我的时候，以后我都会保护你的。是我愧对萧家，我不值得你们这般待我。我只想，好了，我帮你。我自己来就好。啊，我帮你收走了。哎，苏景远，我知道你很难原谅自己，但对我来说，你就是最值得的人。谢谢你，谢依言。这三角梅开得多漂亮！你看，是老夫人，大夫人，怎么了？将军和少将军殉国了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
萧家六子谢云烟，皆父兄还家。阿锦，云溪，云溪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阴魂未散，尸骨还家。迎将军和少将军回府。撤！撤！庶营得密令，萧家父子有假死脱身之嫌，我等奉命追查，开棺验尸。今日是我萧家亡灵还家之日，陛下恩准的，你奉的是谁的命？萧家父子无故暴毙，尔等百般阻挠，看来这棺椁之内必有蹊跷。开棺！是。想开棺，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阻挠者，杀无赦。临川一事未有定论，罗大人是要擅自将萧家灭门吗？走开！谢云烟，开棺！狗贼，欺我萧家无人！那我就去陛下面前问一问，这天下公道何在？萧家蒙冤，忠魂难安，嗜血清白，天地可鉴。我和你一起。邓恩跪下，可是要用血鸣冤的，你确定？萧家蒙冤，忠魂难安，嗜血清白，天地可鉴。
们萧家一再容忍，你们居然敢敲登闻鼓，再叩宫门，拉出去，杖责！萧家满门忠烈，却遭奸佞诬妄，砸棺入室，要将我萧家满门覆灭！若我萧家有罪，我谢于业第一个赴死。可我萧家无罪，陛下。若你不能还我萧家清白，便把我们全杀了吧！我萧家生早于天地之间，就算是死，也绝不背负污名！陛下，萧家乃一品镇国公，民心所向，罗瑜却假传圣旨，怕是百姓不明此事，恐会污了陛下圣名。陛下必须亲审此案。陛下，罗瑜假传圣旨，伪造证据，辱人尸骨，栽赃陷害萧家，确实罪名严重。可萧家有冤可诉三司，却煽动民心来要挟陛下，陛下不可轻审，此例不可开。我当时就该和你们一起去，为何要独留我一个人？父亲，大哥。都死，都不在。守护着你，如钦此。老夫人，罗瑜已经被斩首，
萧家冤情已经昭告天下，邵将军和萧将军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此案已结，还请节哀呀。萧家通敌之术，到底受何人指使？临川战败，为何无人支援？一个罗瑜，可办不到这些事，为何要如此草率结案？我知你心有不甘，可只要萧家人还在一天，就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。三嫂，三嫂，三少夫人只是血脉，只是忧思过甚，之前服官又有冲撞，这孩子怕是……大夫，求你保住柔儿，保住我萧家血脉。老夫只能尽力而为，若有神医，或者能保他一命。这该如何是好？哎呀，你要是再不行的话，我就把你埋了算了，不吃了。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来了来了。人呢？在哪儿呢？大夫，小娘子，投怀送抱的可是看上本公子了。哎，你这哪门子大夫啊？我看你就是个登徒子。我呢，治病救人看心情，我可没见过上门找骂的。小胡，插出去吧他。哎，大夫，我是来找您救命的。我弟妹怀孕大出血，萧家男儿皆战死沙场，好不容易留下血脉，求您救救她。那好吧，救人要紧，走。怎么样了？成了。不过到底是母体见了红，接下来半个月，我会每日过府为她施针，再辅以汤药，熬过这半个月应该就没事了。你们萧家为国为民，这都是我尽医者本分。要谢啊，就谢苏小娘子吧。行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慢走。席大夫，你衣服脏了，我带您去更衣，洗干净还给你们。那便谢谢苏小娘子了。我去吧。她一个女子，哪来男人衣服给她？我谢公子还待在这儿不走，是想旁观本小爷更衣啊？莫不是对本小爷有非分之想？哈，你这人真是龌龊心思！你赶紧把衣服换下来。
我叫你去洗。不想，我这衣服的料子呢，可是金贵的很，须得小娘子娇嫩的手洗才行。我看苏小娘子就很不错。席大夫，请你放尊重点，她是萧家的萧少夫人。谢公子，发这么大火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调笑的是你家娘子呢。你别胡说，一天到晚的。你脸怎么这么红？我知道了，该不会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犯了风月心病吧？我替你瞧瞧。你有病吧？你有病赶紧去治。小样，跟我斗！哪有一点大夫的正经样子？阿燕，没事，这儿。席大夫换好衣服了吗？你以后不要和他单独见面了。为何？小阿元，那就辛苦萧少夫人了。席君宁是外男，你不能。哎，这可是本公子最喜欢的衣服，若是让臭男人碰了，会心情不好。心情不好的话，就不想出门看诊喽。你不也是臭男人？阿燕，席大夫放心，我一定亲手洗。那就辛苦苏小姐亲手为我洗了。你不会真要给这个臭男人洗衣服吧？倒是不臭，反而……大夫，果然是女子的熏香。笑什么？你该不会……别胡说，席大夫是咱们萧家的救命恩人。公子，世子的信。冯奎，居然是他出卖了父兄。父兄带他侵入兽族，我要亲手杀了他，为父兄报仇。阿燕，你还有伤在身，要如何去？难道我萧家的仇就这么算了吗？让开！公子，少夫人说的对，一定先治伤。上来，松手！谢烨，公子，公子，快去叫席大夫！好。他之前在牢狱受了伤，后又被皇上杖刑，
导致3根肋骨断裂错位，内腹出血。我现在需要替他疏通心脉经络，我这几针可能会有点疼。我施针的时候，切不能让他倒下，也不能让他咬到自己的舌头。阿姨，最后一针。阿姨，身上这么多伤，还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。嫂嫂，你可知我见你的第一眼，并不是在悬崖。大哥从前提议，眼目明眸里总是藏不住的欢喜。直到河边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懂了。
那日崖下见你满身泥泞，我在庄寒里，眼里却仍是当年河边的。梦醒再看一回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祖母，阿言，祖母，祖母，阿言肋骨断裂，受了不少苦。祖母，我没事。昨日从齐世子那边得到消息，背叛父兄的人是冯奎。我要去给他们报仇。你不要命了？你先坐好。能收买萧家心腹，这幕后黑手没那么简单。放心吧，我亲自去向皇上讨一个公道。陛下，臣父泣血陈情，吾父儿非死于战败，是为奸人所害。彼等此举，伤我萧家，蔑视国法，欺瞒陛下。父请陛下圣察，严惩元凶，以安忠魂。萧老夫人既有所求，陛下必有恩赏。我萧家3代忠烈性命，岂是这些黄白之物可偿？我们要的是真相。老夫人，您还是安心养病吧，莫再叨扰陛下。哎，母亲，祖母，我扶你回去休息。走，慢点儿。陛下不给萧家一个公道，那萧家的公道，我自己来讨。谢云燕，你不要冲动，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我们还需从长计议。萧家遭此横祸，萧家女眷还需要我照拂，我不会意气用事的。那就好。临川一案的真相，我定会尽全力帮你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您娘家来人了。哎呀，这国公府啊，果然是气派。早知道萧家会平反，我就该死赖在这不走。现在这一切本来就都该是我的。娘，你得替我做主啊！你放心吧，这事儿现在可由不得他，他这回休想再耍什么心机。况且，咱们手上现在有他的把柄，他不敢不答应。我不是说过，我与苏家已经恩断义绝，你们还来做什么？阿言，婶婶呀，今天是专程过来登门道歉的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得那么不愉快呢？哦，二婶是来道歉的呀，那道吧，我听着。
我刚不是说过了吗？道歉可不是你们这么道的。你该说，夺我父母家财是你卑鄙下作，让苏新月抢我的婚事是你厚颜无耻，让陆卓欺我毁我是你禽兽不如，卖了我弟弟是你丧尽天良。苏锦元，你别太过分了。阿元，其实婶婶是过来帮你的。你说你们萧家这日后还有很多事要仰仗着谢六公子的。哟，他这要是娶个不入眼的，你这寡嫂的日子可就难过了。可要是你让谢六娶了苏新月，你们就可以里应外合，把我萧家也吃干抹净了，是吗？你要是把我们新月嫁给谢云燕，我定是不会亏待你的。你们姐妹二人联手共享荣华富贵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可我不愿意。你凭什么不愿意？凭我六弟出生入死，还萧家稍许太平。只要我还是萧家少夫人，你们这样的人就进不了我萧家门。姐姐是不是忘了？是你亲手拿这个杀了陆卓的。在古寺发现陆卓尸首，仵作验尸，是由利器割喉所致。是杀了他，怎么？你也要来送死吗？你干什么？你不怕我们告官吗？告啊！我要是死，一定拉你们全家陪葬。现在立刻给我离开萧家，出去！你们敢在萧家欺负我萧家人？你要干什么？给我滚出去！谢云燕，我一定会让你看到她的真面目。你还有伤在身，别动气。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吧。好。过来。母亲。跪下。母亲，我是做错了什么吗？你自己好好看看，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我萧家被人笑话退婚也就罢了，怎么就莫名的背上了杀你奸夫、夺人妻子的罪名？母亲，这是苏家泼脏水，我这就去找他们。你跪着！这种事情你说得清楚吗？你还嫌萧家不够丢人是吗？可是什么？说到底，还是你自身不正才会招来这等是非。
怜我的云溪，死了还要被人戳脊梁骨。母亲放心，我一定处理好此事。如若不能，我自请离开萧家。母亲她说的都是气话。我知道，苏家是冲我来的，可我不能看着他们污蔑萧家。你别担心，我会想办法澄清此事的。大不了，我把陆卓找出来，当堂对质。不用找了，我杀了他。你来寻我那天，我杀了他，我还烧得他死无全尸。苏家想以此威胁我，但我不认，是陆卓欺我回我。欠我一条命，他该死。不就杀个恶人吗？我杀的恶人比你多多了。善恶有报，你该笑的。谢云烟，谢谢你。席大夫，阿燕的病怎的不见好啊？我看，该不会是谢公子总是动情伤身，想让人照顾你吧？你闭嘴！席大夫，阿燕是不是发烧了？怎的脸这么红？他呀，他怕不是在想什么人吧？你能不能别胡说？我说的是，你想的是你的梦中人，不然你脸红的跟猴子屁股似的。没烧便好。阿燕，你有喜欢的人了？你别听他胡说，你若有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帮你相看相看。好好养伤。阿燕，你的梦中人是我吗？
先约我吗？阿燕，阿燕，醒了吗？该喝药了。那我进来了。好。记得喝药。哎呦！怎的伤口又疼了？哦，没有，没有。怎么呆呆的？你的梦中人是我吗？是烧着了。这又是如何了？吃药吃1整了。不是让我吃药吗？药。向雷，照顾好公子，我出去一趟。是。公子，先别弄这个了。你一会儿和我去找趟齐世子，不要告诉少夫人。啊？少夫人刚就去找齐世子了。啊？你穿女装倒是清新不俗，不过苏姑娘胆子够大，这满城风雨都在说萧家杀人夺妻，苏姑娘居然还敢出来私会我这个外男。我来找世子，正是为了此事。我要告御状，洗脱污名。苏姑娘居然是个烈女，为了名节居然拼命，本世子佩服。世子错了，苏家大闹萧家，折辱污蔑的不仅仅是我，而是如今无官无爵的萧家。哦，我懂了。所以苏姑娘是想洗脱污名的同时，顺便给谢六谋一个差事。没错，罗瑜虽死，但他做的事情总有迹可查。阿燕一直在想办法进树影，我希望我在告御状的时候，世子能帮忙运作一二。军中事务，我可插不了手。谢云燕若是进了树营，重振萧家，世子不就可以插手军中事务了？你真是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了。你尽管去做，谢六树营校尉一职，本世子一定给你谋来。齐胜，我的事情，你冲着他做什么？谢六，本世子可是要跟萧府合作的。
那就跟我谈，别把他牵扯进来。走。卒子过河，朕进不退。原来进树营调查就是你说的从长计议。树营的事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家里还需要人，你别再去冒险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徐大夫说了，你的病要多躺着，好好休息吧，睡一觉。嗯。哎。现在天气太热了，我怕热，要不你给我扇个扇子吧？啊，萧大少爷，你还真是会使唤人。3月份的天，你让人给你打扇子？你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？好，我就在这里，哪里也不去。我让夏雷去库房里找把扇子。真睡着了？当然，我袭君临出马从未失手。倒是你，为了萧家这么做，值得。别把我想得太好，只有萧家好了，我才能好，不是吗？苏锦元，是你让萧家蒙羞，现在反倒要问朕要一个公道，朕是该说你厚颜无耻，还是胆大妄为呀？皇上明鉴，臣父苏锦元被人污蔑也就罢了，可萧家不能。萧家儿郎皆战死沙场，妇孺孤苦无依，如今却落得个任人欺凌的下场。你的意思是朕亏待辱没了公正？好，那朕就明旨，
帮你洗清污名，赐谢云燕官职，你可满意？臣妇谢皇上隆恩，皇上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！这就够了。你不会明日又有什么要求，再来敲朕的登闻谷吧？臣妇自知触怒天颜，罪不可恕，望皇上责罚。算你有自知之明，那就去宫门外自行领御前廷杖吧。醒了？他呢？去宫门口接他吧。他去敲登闻谷，为萧家鸣冤。想要萧家起复，他这点代价还是值得的。说过，我自己会挣。放手！你现在闯宫，他这顿打就白了。